唉，唔講嘢，唉，唔應人，究竟點做先好啊？你嘅小朋友有冇面對以上嘅問題呢？如果有嘅，係咪有啲技能未做到啊？一招令你嘅小朋友行前多一步。Imitation 模仿技能係小朋友嘅學習入面扮演住最關鍵嘅角色，係俾佢哋理解世界、學習技能同埋建立社會連結嘅最重要方法之一。咁模仿技能可以點樣提升言語學習啊？4個步驟為你嘅小朋友打好基礎，更加容易開口講嘢。1. 大動作模仿。犀利喎！好啦，跟住再睇下啦，做呢個叻，仲有稍稍放好啊。2. 精細動作模仿。係做一樣喎 ，good 你哋。3. 口腔動作模仿。做得好好。4. 語言模仿。學識咗以上嘅技能，你嘅小朋友已經距離開口講嘢行前多一步啦，仲想學到更加多有用嘅技能，令小朋友繼續成長，就要留意我哋下一集啦。如果你都鍾意我嘅 video 嘅話，就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follow。